走进名家，欣赏名段。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慧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从今天开始的几集节目里，我将向大家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和他所创立的陆派艺术。陆锦花老师1927年生于上海，13岁进越剧四友社科班学艺，3个月后即登台演出。1942年，陆锦花进大来剧场，与袁雪峰老师搭戏，唱二尖小生。1945年，18岁的陆锦花就已经成为了雪生剧团的中坚力量。从不参加迎小心，玉桂水家神花走，只要你手把去掉定，先等你为妹没有为娘家，你我商量来对陆锦花老师的陆派表演和唱腔脱胎于著名的越剧小生马章花，在雪生时期所灌录的一缕麻唱片，我们就可以深切感受到陆老师对鼻腔共鸣和脑后音的运用，以出具陆派的雏形。1947年，陆锦花与王文娟老师合作，联合上海越剧界的一批20岁左右的少壮派，组建了由他担任团长的少壮越剧团。当时时装剧礼拜六的成功上演，是陆老师艺术生涯中的分水岭和突破口，也为他赢得了时装小生的美称。风度大皮皮，现在是衣衫褴褛陪人衣，从前是环境是出身快差，现在是身边美
一不问题。从前是为怕天生无有罪，现在是心里就是滚有钱。从前是怕了逍遥将士多，现在是孤身冷落在天涯。从前是回望失落落无穷，现在是梅路小郎在故里。陈世人聪明百倍聪明不，陈世人我好也不听听不听，陈世人自己爱的不在意，陈世人我一时无度怕不见。陈世人王英是个轻佻女，陈世人我不该将她来命。陈世人一时不让爱不发，陈世人他的把家到如今梅路中途他错去，到叫我金台两难难相别，真所谓一数的人情不问，你啥子要讲为留意1954年，陆锦花离开了由他一手创办的少壮越剧团，加盟到了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也就是上海越剧院的前身，开始了他艺术上又一次新的飞跃。他的表演艺术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得更趋成熟。在塑造珍珠塔中方清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运用了穷声又带官声的表演技巧，唱来不温不火，清丽醇厚，非常具有陆派自然美的艺术特色，很具感染力。那日丢情城门里，家中是只有一对儿孙，王若迷三困关上比娘亲，我母亲一天只娶二家半，4天之内娶一生，方清却只算一算，我母亲
48天苦为民，倘让我束手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有待为生，难生在家里夜饮曲目还神心，姑娘啥有不到此，离别准备要娘结婚。滚手去，姑娘啊，今日头亲皆靠本，明年大比要龙衙门，杀在平生临用子，不忘姑娘再备恩。我们可以看到，陆锦花老师在塑造人物时，于平稳中传情，在平淡中出奇。所以方清这个以穷生硬功的角色，在他眼来穷的自尊自信，傲的不骄不从，合理可信。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陆锦花老师的再传弟子张雨峰演唱的《珍珠塔后见姑》中的选段。阿青啊，跟侬拉一定组织个大官嘞！哪里？可自家姑娘面前嘛，为啥我要瞒骗你？姑娘用兵，侬数了你讲，天龙之命理相近，不愿千里后知情。独生姑娘好教训，立志分把酒功阿名，不应中途与他道，强取宝囊难杀心。直到命上已相连，才知道么这次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仙，把酒消日长进啊城。过于多哦！哎，阿青啊，侬吃茶哦！搿茶道吃了起在，做官不做官，还不晓得打嘞！哎，阿青啊，搿么？请听，礼部称为二月里，马蹄大
上花城，千篇文章山上边。经典才露苍心啊名，天子门生山顶家，长远界的巅峰啊亲。哎呀，恭喜十儿子，贺喜十儿子啊！十儿子啊，我听那姑爹里东讲呀，这团明上元是要御驾10日来中领府爷的呀。是啊，新今是300名，纷纷齐出无上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500年兵也去赴中啊岭。哎呀，阿青啊，朱姑娘的这个东东讲闲话，忘记他把我的常员公接风姐，欢迎上花。老夫人，君子遇的把好动啊！老夫人，我不是老夫人了吗？呀，是我对啦，哦，说准备上好个酒过，款待上员公。上员公，是呀，是。阿青啊，姑娘是越想侬越会出色，可越想侬越会做官啦。哦，我赶快叫那姑爹一马再到举松林。哎呀，这只老糊涂啦，一万不肯来，我是没办法哦，叫个放本我总归阿得起个啦。那么好在好在，那么侬组织过来，来，同姑娘一道互听永驻，互听永驻。小姑娘，小时的话我还没有讲完呢。啊，侬我还没讲完啊，看么侬再讲了去呀？姑娘请听。承蒙昔日精神上，同饮于此酒三啊针，非说手当情事，不言乱语马大声，天子闻声龙啊烟怒。阿青啊，看侬是长子何在？是啊，江放情隔着还乡为是命，因此我放情还是求放情啊！没奈我流落江湖苍老心。珍珠塔是传统的古子老戏，很多名家都唱过，唯独到了陆锦花老师那里奇风突起，甚至有人说是陆锦花把这出戏唱红了。特别是其中有一段方清唱道情，令观众印象特别的深刻。本来道情是以前道士用来作为沿街花园乞讨的一种曲调，越剧以及别的剧种都有这种曲调，但是陆锦花老师把他亲眼看到的道士花园时所唱的道情调融入到珍珠塔的演唱中，再加上艺术化的加工创造，变成了自己的曲调。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陆锦花老师的学生曹营娣和许杰共同演唱的这段方清唱道情。新家人把
的家臣啊，我年少头顶香盆跪在十里亭啊，我也微笑结束情啊，可叹世间万有数今少，只剩一山不成亲。一姑娘有个小夫妻，真贫困与功名，父子不敌还乡亲啊！天家人把他来看亲啊！母不成子，兄不成弟，嫂不成嫂，妻不成夫啊！如今兄妹有大志，命不精神不灰心，好运来定了情，用素经成了富贵人，落个风香回家村啊，啥子忙为了一家人啊，我年少对定相团跪在十里亭啊，如也没笑起素云啊，可叹世间万有数今少，只剩一山不成亲。看人生十里是一生活的中心，还有你亲父亲我人里，是你人生在1954年举办的华东戏曲观摩大会上，陆锦花老师因在《盘夫索夫》中扮演的赠荣一角荣获了表演奖。陆老师将剧中赠荣这个角色内心的起伏，用那种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内紧外松的演唱来诠释，让人听来自然流畅，波澜不惊，恰到好处。我知道几人只生几生女，谁知他父女两条心，我到黄田吃拔草，谁知殊途败黄金，兰真对我是真心意，我岂能负他一片心？虽无相见秋花情，娘子官人，你当我是哪里人？官人，你们是杭州人士。我不是街上是乱垃圾。怎么官人你是乱情人士？不姓张来笨笨什么？笨讲啊，笨什么呀？要讲真经说才听，真来是又是妻子又是人，常言道逢人只是三分花，离苦前抛一片心，挖龙挖虎乃挖魂，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早与他真心。
在塑造辟山救母中刘延昌这样一个人物时，在大段的唱腔和念白的表演中，陆锦花老师把一个既潇洒英俊又善良敦厚，既真诚多情又诙谐风趣的才子形象演绎得呼之欲出，惟妙惟肖，可谓唱腔悠扬入耳，人物灵动毕现。正好前去解说一笑，明日再走，向君怀我。全做过马须nhà里与方康，大财忙与老道，自命于呀。原来是受苦命，这边可有事务，那边可有当家，两忙无人，只有在此安息了吧。闻听人言，华山圣母娘娘曾用宝莲神灯指引三界迷路之人，倒是一位慈悲的仙子。我理该作告一番啊！华山圣母娘娘在上，若生刘延昌诸居路走，有人弟兄长得私塾，此番上京赴考，路过华山，参见娘娘献供一席之地，这个有志起身支持娘娘啊。条你苏家人，分明是九天仙女把药带下。
人苦情啊，苦悲。深言道娘娘是悲心子，为长生出上门，杀必心事。真乃是曾经多多乱离事，你莫不就是真小事。你心连灯只因迷路卡，先想寂寞无人知。今晚我会要交别的诗句，以表娘母莫相辞。不免得我在墙上题诗一首，以表娘母之意，又不可啊。记录连灯陪苦情，我妹因为乱离别，莫就女女风流人，又有天台彩芽生，路走流言长地。记录连灯陪苦情，我妹因为乱离别，莫就女女风流人，又有天台彩芽生。钟儿啦，钟儿，你啥有理？将我演唱一篇娘母之意，上他娘娘吧。啊，娘娘，你休言我这读书人的堂堂啊！原在生母偏有想，一想好梦平安无望。哎呀，荒唐啊，是荒唐！先知生要留人，才要入天台。娘娘啊，为什么并无仙女梦中来？陆锦花老师唱腔的特色在于擅长运用中音区的嗓音特点，唱来飘逸自然，张弛有度。对于节奏处理灵活多变，不同的人物都具有不同的个性。送花楼会中的文必正就与珍珠塔中的方清穷声演法不同，活泼而又富有书卷气。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陆锦花老师的学生曹营娣演唱的送花楼会中著名的唱段：心匆匆嗡鸣把花送，心匆匆嗡鸣把花送，那个的可是
多情遗留真知风。从此日千丝万缕将成线，儿们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身投靠金府中。我为你头儿看了多少，我为你在手下也做事动。老母原盼儿不归，童儿灭子无影踪。所有光阴必永逸，且是今日看他夫人受人，家姑父白受，我中道哦。今日定能见教用，才知小姐冒风寒，我满腔欢喜有落空。我中道三军水中已不路，谁想到他夫人命我把莲花送。今日我要倾诉中长表心意愿，小姐连在心意将我用。我上得楼去，旁边翠花这丫头真是厉害，她若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如此好啊。哦，有了，刚才我写好了2个小帖儿，不免将它上于兰地，小姐见了定会问我。自逢逢啊，你陪我身边已所有，望你今日有灵通。小姐身边随我意，这件好事先让你立大功。在外莫过几来此一日阴阳门，叫我如何过这一种怪呢？有恐怕要做个了无山人儿风。送花楼会也是粤剧的传统骨子老戏了。陆锦花老师塑造的文碧镇唱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创新，在他轻松自然不是雕琢的陆派唱腔塑造下，集吃气、灵气、才气合而为一的文碧镇是那样惹人喜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陆派弟子夏赛丽演唱的《送花楼会》选段。小姐修得东路，听笑声夜夜到来。来到暖阳。
能见哟。真是小贼不幸，可以当面试才。此次是以封之为地，宁死一生。哎，此次小贼听了。山上青霜是故乡，园中落着八头羊，自当芦苇似作揖，期盼桃花落水飘。所有行踪一片赤诚，我岂为所此仇报恨雷我为你小姐自今抛下老兄大，我为你小姐郑子凤，本来小事去找上。我为你小姐郑子凤，改名为姓马在南阳。我为你小姐郑子凤，金把功名两个字旁。我为你小姐郑子凤，抛下了一帮家女郎。我为你小姐郑子凤，终日里口头作业，一如断汤，烤窑那杯，跑东过西终身忙。上美金锁愁难解，愁思万般更柔肠。今日里得见你千君面，正好比古今重模样。1958年，由陆锦花和傅全香老师主演的越剧《秦探》被搬上荧幕。陆锦花老师在剧中饰演王奎一角。如果说珍珠塔、盘夫索夫在表演上还有继承传统老戏的痕迹的话，那么王奎这个角色对陆老师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塑造。
想不到我王奎一家儿子，竟做了天子的门生，这样的爬去，也困飞黄腾达，望人百里，好不可惜呀！前中所遇也是勇，王奎今日奉上心。越过莱阳家事到啊，下属人无人，书信下在卡店之中，是店自动送来的，小人已当发他去了。下去是。贵因被击，王郎千惨。还有小事一些。上不胜过金秀香，谁让得以真说啊？谁知叫谁有贵客，是只称一对细茶。看着小事，贵因道完一往情深。哎，大丈夫做事岂能反复无常？事到如今，我已顾不得你了，不免得我修饰一封，附送把银200两，以报你2年恩爱。陆锦花老师所塑造的王奎，从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出发，演出了人物真实的变化，没有丝毫虚假与做作。难怪该剧作者田汉先生在看了他的演出后赞叹有加，这就是我笔下的王奎。任凭他独尊的学苦哀命，怎奈我是顺刀将心，难为人啊！为何苦啊？引起再去，无以有谁？更无妨将其做且再加一等。明天我今日不留情，今日留情是留真。贵人无心意就不必多言。丽莎这不委屈，我就要问你个茂人滚请市场相扶之臣。既然我做奴婢也无此不问，记得你在今世间，我在你亲死的女，是今晚在身旁吗？这是你的头发。还有那肉孙在哪？肉孙在我。我是对你讲了，那肉孙子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行了。我与夫人订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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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夫人订婚
李三要万里没顾及你也就是了。那若算这是我父亲的遗文，不想你呀！不必多言，请你把您50两收为累养去吧。桂英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那么，请你往进50两自立门屋去吧。怎么事到如今，还要我叫桂英再落风尘么？你的于心何人呐？哎呀，桂英啊，今生是我有了你，原来生于你这些思路从结罢休。无家不行，我代替明示，王奎，你那是爷爷死了一个叫桂英，你还想这是一个叫桂英吗？王奎在14话令人发火，三木到来时，这就是你已经爱死了，叫桂英一个，你还想我到来时，再受折磨。你是鬼哦，真是桂英，鬼问到此。你这才呀！刚才我试探你本身是指望你本地诚心，我就朝你一试，不想你丧尽天良。哎呀，鬼，明女不要来想我，我明天去请那名声高道超度与你早生天家呀！我不要早生天家，我是来找你回来养亲吧。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啊！原我不行，现在我是神，你是鬼呀！只要遇情，不分神鬼呀！鬼，看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名家名段又要接近尾声了。在下集节目中，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老师和他的陆派艺术。观众朋友们，再见。